今個夏天跟我嚟 Muji 試下呢套夏日減法 lifestyle 啦，用最少時間同力氣幫自己 reboot。第一步，洗走成身暑氣。呢支 Muji 2合1涼感洗髮護髮素有薄荷醇成分，洗完個頭好清爽。2合1配方，連護髮時間都可以慳埋。再配合埋同系列嘅涼感沐浴露，豐富泡沫帶走黏粒，洗完成個人即刻舒服晒。跟住係第二步，飲食減法。天時暑熱開火煮飯簡直係酷刑。Muji 呢個即沖系列嘅湯同粥就啱晒啦。熱水浸1至3分鐘就食得，方便又夠足料。好似呢款三文魚菠菜粥，冇腥味，仲啖啖都係肉。咁多款口味，啱晒夏天冇胃口又懶得入廚嘅我啊！可惜喺日常生活做減法就可以輕鬆啲，對自己好啲。快啲去 Muji 幫你嘅夏天減苦啦！